陰影啦。大埔宏福苑發生大火，造成嚴重傷亡。當有大型災難發生，親歷者同佢哋身邊嘅人難免會有強烈心理反應。我哋今日請嚟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家張傳義，同我哋傾下點樣處理同協助親歷者同埋身邊人嘅心理創傷。張博士你好啊，其實當人咧經歷完一啲重大嘅創傷災難之後，常見嘅心理反應有邊啲㗎？通常咧，我哋情緒上咧有一啲人咧會變得非常之唔穩定啦，佢可能會流淚啊，會喊啊，會唔開心啊，亦都會有啲時候咧係會變得相對焦慮緊張。但係同一時間咧，亦都會有啲人咧就會心理上邊咧係變得比較抽離啦，甚至異常嘅冷靜，或者係冇乜情緒，變得非常之平復嘅。咁呢一啲心理上面情緒嘅反應咧，其實都係屬於正常嘅一啲反應之一。亦都有啲時候咧，就係我哋會可能好唔能夠控制自己嘅情況底下，諗翻嗰啲事件啦，會有啲閃回啦，甚至咧係可能係我會發夢嘅時候咧諗翻起嘅。身體上面嘅反應咧，亦都可能係會變得比較繃緊啊。對於一啲嘅環境嘅刺激，嗰個反應會大咗等等咧。我哋係咪應該要接受有呢一啲嘅情緒咧？呢一啲嘅情緒大概會持續幾耐㗎？當人遇到一啲好異常嘅狀態嘅時候咧，我有一啲相對異常嘅情緒反應，反而係正常嘅。一般嘅狀況，我哋會話喺你有幾日，甚至係幾個禮拜有呢一啲嘅情況咧，都屬於個正常嘅時間範疇。理論上呢段時間入邊咧，我哋嘅情緒會慢慢咁穩定落嚟嘅。但係如果你話，哇，我呢段時間入邊咧已經有一啲好激烈嘅情緒反應，連我自己都控制唔係好到嘅話咧，咁我哋就開始要留意啦。嗱，我有聽過創傷後壓力症，其實係會有啲咩症狀嘅咧？咁創傷後壓力症咧，正正就係當一個人真係親身咁樣去經歷咗，或者咧佢去目睹咗呢一個災難嘅發生，而且咧佢呢啲譬如閃回啦，諗翻起呢啲嘅事件啦，猶如自己好似重新經歷過一遍啦，好多嘅噩夢啦，情緒上嘅不穩定啦，個人變得好焦慮不安啊，有時會有啲人會比較容易嬲啊，成日會諗翻起呢啲事件，或者你會盡量去避免會勾起你呢一啲回憶嘅一啲地方。咁而且咧係超過4個禮拜嘅，即係從嗰件事件開始到而家嗰個狀態底下咧，其實已經長超過4個禮拜，甚至更耐嘅時間，你仍然係有呢一啲嘅反應嘅時候咧。咁再加上你亦都覺得個人地嚟講，我真係好唔舒服，好唔自在，好影響我嗰個心理嘅健康，甚至係講緊影響我哋嗰個日常嗰個工作啊等等嘅呢啲狀況咧。咁開始我哋就需要留意一下，係唔係有即係創傷後壓力症嘅傾向啦。你啱啱提到嘅呢一啲症狀啦，係咪會即時出現㗎？會唔會有機會係過一段時間之後先至發現有創傷後壓力症咧？創傷後壓力症咧，文獻係話緊俾我哋知，唔一定係即時出現嘅。有一啲人咧，其實佢可以係過咗幾個禮拜、幾個月之後咧，先至會慢慢浮現，係可以有一個延遲嘅效應嘅。咁係因為啲咩原因而延遲出現嘅咧？有好多好現實上嘅問題咧，其實可能我需要首先去解決。咁人係一個解決問題嘅狀態底下咧，相對係容易啲將我哋嗰個情緒反應咧暫時擺埋一邊。但係當我哋已經去處理咗呢一啲好迫在眉睫嘅現實問題嘅時候咧，我哋嗰個情緒嘅感覺咧就會重新浮現翻出嚟。咁即係我常常就會話咧，將主要問題我哋處理咗嘅時候，嗰個次要嘅問題咧就可以變成一個主要嘅問題㗎啦。又會唔會有啲咩情況下咧係被觸發到㗎？咁亦都有一部分嘅人咧，好可能係其實
佢原本都唔覺有一啲乜嘢嘢嘅，但係可能咧慢慢身邊嘅人開始提及翻呢件事啦，甚至咧可能咧佢喺不覺意嘅情況底下去翻某一啲嘅情景係相類似嘅，從而勾起翻佢呢一份嘅潛藏嘅感覺咧，都有可能會出現嘅。張博士係咪都有啲個案可以同我哋分享下？咁譬如咧，即係臨床上邊有啲案例，包括係我記得我曾經有一啲嘅病人咧，係佢其實目睹過一啲自殺嘅場景，佢開頭都覺得我應該唔記得㗎啦。咁但係過咗幾個禮拜之後咧，佢聽到佢有啲同事咧講翻起嗰件事，跟住咧仲有少少即係講埋啲比較神怪嘅嘢。咁之後，譬如有啲飛蛾啊等等嘅東西，咁跟住咧嗰段時間其實佢翻到屋企又真係俾佢遇到喎。之後佢就將呢啲嘅唔同嘅東西、畫面、事件咧聯繫翻埋一齊咧，從而咧佢就真係會去再不停地諗翻嗰件事。咁所以係有啲時候咧係幾樣嘢搭埋之後咧出現嘅一啲效應嚟嘅。身邊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其實可以點樣幫到當事人呢？應唔應該提起件事啊？好多時候咧，我估我哋可以有一個3步嘅方式去處理嘅。第一步咧就包括我哋要好好地去觀察我身邊嘅呢一個人，佢會唔會佢而家嘅行為啦、佢嘅日常、佢嘅習慣咧有明顯嘅改變？譬如佢平時一般嚟講咧，都唔會係個人好謝、好殘嘅，但你發現佢呢一排咧好熊貓眼，個人好攰，咁你發覺開始咧佢有少少有啲唔對路。咁開始咧，我哋要更加多嘅聆聽啦，去問一問呢一個人啊，我見到你呢排好攰喎，係咪瞓得唔好啊？你就開始去聽一聽呢一個人咧，真係講緊啲乜嘢嘢俾你知。好可能咧，佢已經表達緊翻俾你知咧，呢排困擾佢嘅東西啊，佢發緊嘅噩夢啊，佢好困擾諗緊嘅東西啊，佢嘅情緒狀態。通常喺呢啲狀態底下咧，我哋未必需要咧係去即刻咧話有個壓力，我要俾一個好好嘅建議，令到佢情緒即刻變翻好嘅。反而第3步咧就係，當我知道佢有呢一個狀態嘅時候，我識得帶佢去真係一啲聯繫翻有需要幫到佢嘅一啲資源、一啲專家嘅協助啦。如果真係有情緒需要啦，其實可以揾邊啲專業人士幫手呢？我哋亦都作為一般嘅市民咧，就未必話我真係要去斷症，知道啊佢一定有呢個問題，我一定要帶佢去接受一個乜嘢專家嘅治療嘅。譬如喺而家香港嘅社會入邊咧，你可以去到嘅包括係地區康健中心啦，你可以去即係一啲精神綜合社區嘅中心啦，你可以去揾家庭科嘅醫生啦，你可以去揾社工啦，譬如喺學校在校嘅，你可以揾輔導員啊，揾老師嘅協助啦，譬如一般可能有一啲在職嘅人士，其實佢工作嘅地方會有一啲即係心理嘅支援嘅服務，佢可以喺嗰度。咁甚至你話唔係，我想揾臨床心理學家、教育心理學家、輔導員、甚至精神科醫生，絕對都可以。明白，今日好多謝你嘅分享，我哋先講到嚟呢一度，再見。